好去菩萨回家日，大不就你报考大学。今朝唔不是去没得西农队来不是？去进西农队，只看见高拔青松，林荫斜路，一个人只觉着心花神怡。哎，十三年里，耳朵边浪向传得来一人，咕隆隆隆隆隆，第三一个声音。少年家，要先质量好，落浪改的西农队第三一，大家去看看来。说这个的声音一大路追过来，只看见每栋一片光亮，光廊居中一座钟塔，钟塔的石阶浪向坐下一个人，身单子短，闭笼子眼睛不隆隆隆隆，带一曲哑声声。哦哟，这个人的长相，这里带出来的三一声，真是天壤之别。这个人长得破得来，仪容满面，不虚实啥，一看就晓得要偏居。哎，南边口口里人没长得别家，第三等也是，这个一招三一带的龙虎人气。回家日是行军日，江南四族你蛮欢喜。并来带的这样一首好声音，我也听过那一曲哑声声在办，所以这一代的门前没来的，让此耳心听。第三一个朋友姓三点水的省，加上个上的这个接身上的，因为带的一首好声音，人家不理个要害，这里省三弦儿。每年听来规矩，打来，第三一。习习播种，叮叮眼睛们脑等一些，有个神农也带给他来唱大功的。里呢是不隆隆隆隆隆隆隆，一曲三一带舞，辛苦子半年也口口的啦。门前不知还有几个听考的，叮叮眼睛的，蒙松蒙松，眼睛张开来对门前一看，好。两只脚，哎呦，两只脚是最公公听考的。今在生意一塌糊涂，骗他个贼。哎，这年头啊，干咱们这行的真是末路了。谁还来欣赏你的艺术？这日子可怎么过哟？唉声叹气。回家是口里个种样子，心里想说不出啥个味道。实然也许好生意，不人来欣赏，一时枉然。那么别在，今朝肌肉最我一个听课，我下也帮帮来忙，碰碰来上。随身带袋袋里向，侬袋袋里向所有的零散果子，通通摸出来，往里边浪个只藤边里向倒下去。我来与你开一个啥？吧，擦啷啷啷啷，哎呦！咚一咚到藤边里向的声音听得老腔耳朵过去，三个哗啦啦啦来响的不要，但是眼睛觉得像汤头子干的，边边正正点点眼开，一看嘛，哦哟，慢慢就公公5-6个样的，好深的5-6个少个立身来，抬起头来一看嘛，这看见自家门前立下一个年纪轻轻、登登样样的小伙子。一口就晓得富家子弟，心里想感激。哎呦，谢谢您这位先生了，不然的话我今儿个开不了场了，太谢谢您了。你光是带不唱了，哪一个来听你呀？你也唱呀？哎呦，先生。不瞒您说，我以前呢能唱，后来呀自个儿不好不争气，抽上了大烟。您听，我这条嗓子现在不能唱了。不过不要紧，您甭走，我们这儿有人唱。我有一个侄姑娘，今年只有17岁，长又长得漂亮，又唱得好。您甭走，您要听唱，您甭走，她马上就来。我瞅瞅，是不是来了？哎呦呦！
说到曹操就到啊！您瞧，他不是来了吗？喏，就在那边。记得一只忙着闺蜜一只。范家人一离谁这个方向为高地去一口门。这口气西里勾了一个公羊，因为我姑娘大是个太阳，公羊面孔生的那样子，口不清爽，但是正宫一张轮廓还是蛮清爽。这口气里身上下扎一件上开过的旗袍，戳进了马甲，脚上下一双布袜子，一连的大鼻子，回了门前，手里向拎着两只袋袋，这路个姿势有四个字能够变化，上个是袅浓豆子漂亮。这口气各位姑娘越追越近，越追越近，追得近看得清，范家是对里上鼻孔一口的。这出乎意料之外，范家是中档子飞到楼梯上子摆出来的姑娘，总归是貌不惊人，而且俗不可耐。相反，这个姑娘生得啥子漂亮？那口里小脚不用风云衣裳，黑个鼻子美丽大光，面是大火，毛上海荡，红白头处脂粉不让，微微的眉毛，星月相仿，高高的亮，开阔的印堂，眼眉吹波，视路汪汪，西用的智人7、8个眼上，两耳复复，轮廓玉样，这像秋天西哈地上。当年的底部还有4个字，叫光能有光，身在面的洋洋是道，面如平顶，随无披刚，这盖一层衣兜，高一层衣裳，浑身如彩，还有名堂，这少一份特殊，多一份特胖。虽然粗布衣裳已经盖世无双，上有最高的人工装潢，可是菩萨在也上当。中国4大美人不能得里比方，就是外国维纳斯欧吉尔只能给清理了神人那个比了。范家是你们来人，可姑娘都是你好，各位姑娘的谁好子会肯白的啦？这个姑娘的唱的非听不可，啥情况？姑娘不来听课不，姑娘一打个听课不知路，他会得卖出来。为还有个人秋子大家随地而走，范家人呢身上像插个上山，等都一样随地而行，不等大家知道。太出人秋子张张这忙真是张张拉向一个，谁突然是我们马过去谁却撇对个为姑娘。这口这个为姑娘，这单人秋子里向。我狗瓜子擦一擦开，狗忙成狗瓜子往下一放，狗背狗是脑袋是里向吃蹦的了，吃蹦，先浪一浪高山，没关心今朝的生意情况。二叔，今儿个买卖怎么样啊？哎呦，别提了，差点开不了厂。真的？还好，后来啊。来了一个观众，给了我一大把子儿，大概有5、6毛呢。真的？这听课新的还是老的？从来没见过。新的他还没走呢。No， 就在那边。看见没有？那边。是忙着闺蜜一楼。啊，是吗？嘿，别说那范家是口气各位姑娘不大奇怪，姑娘口气那范家是还不大惊讶的。上去给到上哪过？楼梯上子呀，哪个观众才是肺腑最正？哎呀，各位听课，能个女群。能个英俊，能个潇洒，能个大方家。
哪晓得哎呦那婆娘斗争落下为擦还一只死雷是别了黑呀边浪向个深山又带着神恩茫茫，那个文铃声啊，把你给脱个啥？你看呀！凤姐，今儿个唱一段什么呀？啊，哎呀，阿嫂子现在过啥子？刚刚是讲有点失态了，不好意思。二叔，那我就唱一段《黛玉悲秋》吧。哎，好。我说诸位，我们凤喜呢，今儿个伺候大家一段《黛玉悲秋》。那么大伙要问了，这林黛玉为什么不悲春不悲夏要悲秋？嗨，这有个讲究。因为秋天的秋字下边啊加一个心呢，就是忧忧愁愁的愁字，所以一个人呢到了秋天就容易忧忧愁愁的。哎，这个开篇是挺见功底的，唱得好请大家多多捧场，要是唱得不好的话也请大家多多担待着点啊。不行，那我这儿弹起来，你这儿就唱起来吧。哎，好，二叔您就弹吧。好。彪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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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彪。相思想，有谁知
我的心肠。要是看你搿种样子，心里想说不出啥个味道。实上也许好生意，不人来欣赏，依是枉然。葛么别在，今朝既然只有我一个听客，我下业帮帮来忙，碰碰来上。随身带袋袋里向，侬袋袋里向所有的零散物事，通通摸出来，往里边浪搿只藤边里向倒下去。我来与你开一个啥？吧，擦啷啷啷啷，哎呦！动地多大藤边里向的声音听得老腔移到过去，三个哗啦啦啦雷响一般哟。但是眼睛觉得像套路子嘎头，边边正正点点眼开。一看嘛，哦哟，慢慢就公公5-6个样的，而深的5-6个少个立身来，抬起头来一看嘛，只看见自家门前立下一个年纪轻轻、登登样样的小伙子。一口就晓得富家子弟，他心里想感激。哎呦，谢谢您这位先生了，不然的话我今儿个开不了场了，太谢谢您了。你光是带不唱了，哪一个来听你呀？你也唱呀？哎呦，先生。追得近，看得清，非家是对里上鼻孔一看的。啊！动动就出乎意料之外，非家是中档次飞到楼梯上子摆出来的姑娘，终归是貌不惊人，而且俗不可耐。相反，这个姑娘生得啥子漂亮？那可里小脚不用风云衣裳，黑到鼻子，美丽大光，面是大花，貌上海荡，红白头处，脂粉不让，微微的眉毛，星月相仿，高高的亮，开阔的印堂，眼眉轻薄，视路汪汪，细用的指人，18个牙上，两耳复复，轮廓玉样，这像秋的西哈地上。当年的底部还有4个字，叫光能有光，身在面的洋洋是道，面如平顶，随无披刚，这盖一层衣兜，高一层衣裳，浑身如彩，还有名堂，这少一份脱水，多一份脱胖。虽然粗布衣裳已经盖世无双，上有最高的人工装潢，可是菩萨在也上当。中国4大美人不能得里比榜，谁是外国维纳斯欧吉尔？好去不上回家日，但不仅报考大学。今朝5个事体没得西农队来不行，最近西农队只看见高拔轻松，灵隐泄露，一个人只觉着心花神怡。哎，13年里，耳朵边浪向传得来一个人，轰隆隆隆隆隆，第3的声音。少年家，要心质量好，落浪街道，西农队第3，大家去看看了。桌子搿点声音一大路追过来，只看见满头一片光闪，光廊居中一座钟塔，钟塔的石脚浪向坐下一个人。身单子短，鼻窿子眼睛不隆隆隆隆，带一曲压声声。哦哟，这个人的长相，这里带出来的3医生真是天壤之别。这个人长得破得来，仪容满面，不虚实上，一看就晓得要偏居。哎。你边口口里人没上的别讲，第3都要水，这个一只生意带得落后人前。范家是行专业，江南丝竹你蛮欢喜，并来带得这样一手好生意，我也听过那一曲压声声在办，所以这一代的门前没来的，
让此儿心听。第三一个朋友姓三点水的身，加上个上的德接身上的，因为德一水好在人家不离个要害，这里神三喜儿。每日提来规矩，打雷，第三一习习播种，盯眼睛们老瞪一些，有个神农也带给他来唱打工的。里呢是不隆隆隆隆隆隆隆，一出三一队伍。辛苦子半年也口口的啦，门前不知还有几个听靠的，盯眼睛的，蒙松，眼睛张开来对门前一看，好，两只脚，哎呦，两只脚是只有公公听靠的，现在生意一塌糊涂，骗他个贼，哎，这年头啊！干咱们这行的真是末路了，谁还来欣赏你的艺术？这日子可怎么过呀？不瞒您说，我以前呢能唱，后来呀自个儿不好不争气，抽上了大烟。您听，我这条嗓子现在不能唱了。不过不要紧，您甭走，我们这儿有人唱。我有一个侄姑娘，今年只有17岁，长又长得漂亮，又唱得好。您甭走，您要听唱，您甭走，她马上就来。我瞅瞅，是不是来了？哎呦呦！说到曹操就到啊！您瞧，他不是来了吗？喏，就在那边。记得一只忙中归里一只，再加上一离谁这个方向回过头去一看门，这口气西面多了一个姑娘，因为我姑娘大是个太阳，姑娘面孔生的那样子，口不清爽，但是正宫一张轮廓还是蛮清爽。这口气里身上下扎一件上开过的旗袍，出进了马家。脚上下一双大袜子，一连的大鼻子，回来门前，手里向拎着两只袋袋，这楼个姿势，四个字能够变化，上个字念浓动子漂亮。这可见各位姑娘越追越近，抽上了大烟。您听，我这条嗓子现在不能唱了。不过不要紧，您甭走，我们这儿有人唱。我有一个侄姑娘，今年只有17岁，长又长得漂亮，又唱得好。您甭走，您要听唱，您甭走，她马上就来。我瞅瞅，是不是来了？哎呦呦！说到曹操就到啊！您瞧，他不是来了吗？喏，就在那边。记得一只忙中归里一只，再加上一离谁这个方向回过头去一看门，这口气西面多了一个姑娘，因为我姑娘大是个太阳，姑娘面孔生的那样子，口不清爽，但是正宫一张轮廓还是蛮清爽。这口气里身上下扎一件上开过的旗袍，出进了马家。脚上下一双大袜子，一连的大鼻子，回来门前，手里向拎着两只袋袋，这楼个姿势，四个字能够变化，上个字念浓动子漂亮。这可见各位姑娘越追越近，追得近看得清，反正是对里上面孔一看的。东家吃后意料之外，反正是中档子开到楼梯上子打出来的姑娘，终归是貌不惊人，而且俗不可耐。相反，这个姑娘生得啥子漂亮？那口里小脚不用风云衣裳，黑到鼻子美丽大光，面日大火毛上海荡，红白斗出脂粉不让，微微的眉毛心月相放，高高的亮，开阔的阴道，眼眉清波，视露汪汪，细用的指人，细大个牙上，两
儿夫妇冷酷鸳鸯，这像秋的西哈地上的队伍，辛苦子半年也要看看的啦。门前不知还有几个听靠的，定定眼睛的，蒙松蒙松，眼睛眨开来对门前一看，好，两只脚。哎呦，两只脚是最公公听靠的，今在生意一塌糊涂，骗他个贼。哎，这年头啊，干咱们这行的真是没路了，谁还来欣赏你的艺术？这日子可怎么过哟？唉声叹气，费家是看你这种样子，心里想说不出啥个味道。实上又是有好生意，不人来欣赏，一时忘手。那么别在，今朝肌肉只有我一个听课，我还要帮帮来忙，碰碰来上。随身带袋袋里向，侬袋袋里向所有的零散果子，通通摸出来，往里边浪个只藤边里向倒下去。我来与你开一个啥？吧，嚓啦啦啦！哎呦！动一动那藤边里向的声音听得冷枪一到过去，三个哗啦啦啦雷响也不要。但是眼睛觉得像汤肚子嘎头，边边正正低低眼开。一看嘛，哦哟，慢慢就公公5-6个样的，好深的5-6个少个裂身来，抬起头来一看嘛，这看见自家门前立下一个年纪轻轻、登登洋洋的小伙子，一看就晓得富家子弟，他心里想感觉，哎呦，谢谢您这位先生了，不然的话我今儿个开不了场了，太谢谢您了。你光是带不唱了，哪一个来听你呀？你也唱呀？哎呦，先生，不瞒您说，我以前呢能唱，后来呀自个儿不好不争气，到那个地步，还有4个字叫光能有光。身在面边洋洋是道，面如平顶，心无披刚，这盖一层衣兜，高一层衣裳，浑身如彩，还有名堂，这少一份特殊，多一份特胖。虽然粗布衣裳已经盖世无双，上有再高的人工装潢，可是菩萨在也上当。中国4大美人不能得来比方，虽是外国维纳斯欧吉尔，只能给清理来了神人那个比郎。哦，反正是你们来着，可姑娘倒是你好，可为姑娘的，小伙子会肯办的啦。这个姑娘的唱的非听不可，还啥情况？姑娘不来听课不，姑娘一打个听课不知路，她会得卖出来。为啥一个人球子大家随地而走，反正呢身上像插个上山，等都一样随地而走，不等大雅之道。推出人球子给张张这忙着是张张上向一个，谁突然是我部门，马过去谁却撇对个外姑娘。这可这个外姑娘最带人球子里向，我狗嘎子擦一擦开。狗往成狗瓜子上向一放，狗背狗是脑袋水里向吃蹦吃蹦吃蹦蹦的吃蹦吃蹦吃蹦蹦，先浪一浪高山，没关心今朝的生意情况。二叔，今儿个买卖怎么样啊？哎呦，别提了，差点开不了场。真的？还好，后来啊来了一个观众。给了我一大把子儿，大概有5-6毛呢。真的？这听课新的还是老的？从来没见过。新的他还没走呢。no， 就在那边。看见没有？那边。是马上。好，这不上北家日。大不就你报考大学，今朝5个事体没得西弄带来不行，
进西农队，只看见gol把青松，林荫泄露，一个人只觉着心花神怡。哎，十三里里，耳朵边浪向传得来一阵轰隆隆隆隆隆第三里的声音。少年家，要心实干好，落浪该到西农队第三里，大家去看看来。说这个的声音一大路追过来，只看见每栋一片光闪，光廊居中一座钟塔，钟塔的石阶浪向坐下一个人，身带之短，闭笼之眼睛不隆隆隆隆，带一曲哑声声。哦哟，这个人的长相，这里带出来的三医生，真是天壤之别。这个人长得破得来，仪容满面，不须时尚，一看就晓得要偏居。哎，你再看看里人没长得别家，第三等也是，这个一朝三医带得龙虎人前。范家是行专业，江南四族你蛮欢喜，并来带得这样一首好三医，我也听过那一曲哑声声再办，所以最大的门前没来定，让此耳心听。第三一个朋友姓三点水的身，加上了上得个接身上的，因为带得一首好三医，人家不理个要害，这里神三弦儿。每日提来规矩，大家打来，第三医习习播种，叮叮眼睛们脑等一些，有个神农也大概打来唱打工的，里呢是不隆隆隆隆隆隆隆，一出三外面一弄，啊是吗？嘿，也是呢，非家是看见各位姑娘觉着奇怪。看见的北疆是还觉着惊讶的，少姐，给到少哪话？龙天上子呀，来个观众才是非富最正。哎呀，各位听看，恁个眼睛，恁个眼睛，恁个先生，恁个大方家。